各位繼續收睇我哋大家送出嘅 CBA 常規賽嘅賽事啊！廣東東莞銀行主場迎戰新疆天山農商銀行嘅賽事。上半場呢，我哋喺好多個細節方面呢都把握得非常之唔錯，53對40， 13分嘅優勢領前。進攻端嘅表現，咁啊內外線嘅結合非常之出色。喺防守端亦都係限制對方雙外援啦，包括中鋒大魔王周琦嘅發揮啦，都控制得唔錯嘅。但係仲係嗰4個字啊，貴在堅持。下半場嘅第一次攻勢屬於身着白色波衫嘅廣東東莞銀行隊。咁我而家比較隱憂廣東東莞銀行呢邊嘅就係佢哋嘅出場時間啦，4大主力咁講緊韋拜林啊、阿聯啊、周鵬啊，同埋朱光宇上場時間都會比較多啊。4 good shot， 但係呢邊咧就朗口出翻嚟，呢下嘅進攻咧顯得唔係太過順暢啊。下半場排出嘅手法咧就二飛洲隊個拜林個定個管阿聯，呢邊有個3分嚟轉古迪洛克。拜林呢邊對住西力江，阿聯喺高位嘅掩護，拜林將個波轉俾定個股，企得有啲死啊！係啊，定個股選擇自己單打啦，就分翻出嚟俾到阿聯3分出手，尾啊！西力江自己引球過半場，我呢邊要頂一頂啊！籃板古迪洛克執到啊！俾到低位嘅周琦，對住定奧古，呢下咧吹咗定奧古嘅拱人犯規，咁樣嘅話咧，周琦就可以上線執行2次嘅罰球喎。咁上半場我哋喺進攻端上邊都算話叫做係多點開發，4人得分上雙。講緊有定奧古啦、拜林啦、阿聯同埋周隊嘅，而反觀新疆呢邊就真係依靠布拉捷一啲個人單打同埋個人單打之後創造一啲比較機動性嘅機會嚟進行進攻啦。咁啊，西力江同埋李根都分別過嚟咧，幫年輕嘅周鵬咧就係周琦啊，周琦係今日我都係俾人煮大頭㗎。咁啊，同阿周琦咧穩得穩定嗰個心理先咁樣啊。第二波啊，卒之有啲幫助，9分嘅分差。我見到西熱嚟防拜林，周隊兜出嚟，俾到佢，突然間對入去俾阿聯，對住周琦啦，球探所在嘅位置啊，阿聯諗住捉包㗎，係啊，李根，哇！李根會唔會硬爆啊？拜林呢個身形上有優勢啊，但拜林都唔細隻㗎喎，但係甩咗啊，甩地嘅情況之下咧，哎呀！而俾呢下落手啊，居然真係。其實已經係干擾到啊，李根亂咗節奏㗎啦，就算佢執翻球波都已經唔係穩陣。真係睇翻啱啱慢動作，而比確實有少少急啊，太想將個波加落嚟啦。其實李根就係出嚟射到球3分之後咧，一路參與進攻嘅嗰個程度都唔係好高啊。即係作為亂戰高手，佢其實都冇點打亂到廣東東莞銀行整體嘅一個防守一個部署。冇錯，但係千祈唔好俾佢打起身啊，因為又記得打即係北京嗰場比賽，所以又有啲一定嘅原因，佢個人嘅得分其實係相當高啊，而且具備嗰種喺短時間之內可以高爆發嘅能力㗎。係啊，再分出嚟，周隊外圍嘅3分球，冇啊！就保持10分嘅領先。再交俾布拉捷，兩個門打埋一邊，古迪洛克會唔會回翻俾布拉捷？自己選擇抽射啊！進入到第3節之後，佢嘅手感好似翻嚟咁啊！係啊，呢個唔係一個好現象啊！因為上半場啦，古迪洛克嘅得分係得6分嘅啫，而家已經得分上雙啦，佢都11分。咦，布拉捷冇壓上啊，所以定奧古都嘗試下呢球嘅3分。繼續球波咧，應該貼咗李根出去嘅。係，但係李根就認為後邊有人咧就即係俾啲壓力佢咁啊。都要炸一炸二飛咧，就每球必爭啊！
同埋真係二飛對於前場籃板嗰種觸覺嗰種敏鋭性啊！阿聯直接投射，喂，呢邊又國際籃聯係好波嚟㗎，因為已經係離開籃圈啦。因為佢唔存在圓圓柱體呢個問題，只要離開籃圈就得啦。咦，咁啊，周鵬而家三犯嘅喎。係啊，周隊同小董都係三犯啊。相比之下咧，新疆隊反而嗰個犯規控制咧就唔錯啦。係，雖然一開場就麻麻，但係佢哋之後個節奏係翻好嘅。好啦，布拉切對住利奧古，會照板轉換咧，之前都係咁打㗎啦。李治壓到俾布拉治，再分過嚟俾咗李根，抵過個三分球。好嘢啊！呢個迪奧古孭位孭得靚啊，俾到阿聯可以輕鬆攞到籃板。俾到阿拜林先，對住古迪洛克，拜林 crossover 之後俾翻阿聯，直接分入去，有。大範圍轉移，繼續你嘅試射，但係唔中啊！又係迪奧古嘅孭位，雖然迪奧古唔跳啊，但係佢孭呢下孭得靚。哇！反擊單手錯進，又拉開到12分啦噃。見到其實新疆呢邊嘅得分冇咩連續性嘅咋。呢邊廣東東銀行呢邊嘅協防又慢咗少少，咁啊俾到古迪洛克一個上籃嘅機會。我哋除咗要識得分，仲要識防守，先做好個防守先得啊！如果唔係，當你自己手感一凍嘅時候咧，你就冇咗穩固領先嘅嗰個辦法嘅。嗱，傳翻出嚟，轉移球就好靚㗎啦，埋單啩，但係有機會周最後係周隊電波出界，但係喺新搶籃板球嘅時候有好強烈嘅身體接觸，但係裁判認為係冇事。咁啊呢邊係嗰邊嘅球迷係唔認同喎。嗱，再睇翻啦，慢動作。咁確實都係膊頭對膊頭啦。係。成功嘅偷波，反擊嘅機會，阿聯。哇！呢個身形嘅對抗。差太遠喎，但係阿聯冇自己殺手。周隊嘅3分，籃板，咁就變得新疆呢邊嘅 EC2 啦。哇！但係呢個咁樣嘅搶甩球波之後打嘅快攻打成咁嘅效果就唔係太滿意啊！嗱，籃板數字咧，我哋仲係落後緊5個啊！睇下拜林對住西力江。周隊嘅3分，有，近次張公補過，周隊15分進帳啊！呢球計2分啫喎，係啊，起碼比賽打到目前為止，我哋啲手感都起碼保持喺一個比較平穩嘅狀態上邊。但反觀呢邊古迪洛克真係入到第3節之後 hot hand 喎。呢段時間咧，講到個進攻似乎入唔到顏色地帶啊，即係外邊有冇咧就冇乜辦法啦咁樣。而家古迪洛克嘅狀態其實係上升緊㗎。係，但係事實上作為而家廣東隊嘅陣容，無論迪奧古、阿聯呢種配搭，都係對內線有一定壓力嘅球員。點解唔可以將個進攻打得有耐性入顏色地帶咧？呢波咧出去聯犯規咧就。只能夠話50-50啦，即係阿聯的確有一個嗰個手部嘅動作。咁既然而家真係內線打唔開嘅時候，揾多支炮出嚟啊！老主都重新上翻場啦。咁啊，而家趁阿聯落去唞嘅時候咧，就新疆隊大膽咧去打廣東隊嘅內線啦。對廣東隊而家即係對。即係確實而家真係廣東東銀行呢邊體能係佢哋一個最大嘅敵人啊！上半場係真係搏得好緊要。周隊呢邊呢次真係3分啦。好啦，周鵬咧仲有3分。阿聯再睇個繞前嘅防守啊！
哇！連阿聯都用到繞前啊！可想而知，即係對於防守端嗰種積極性去到邊度啦，我哋。踩界啊！隻腳太大啦，係啊，成功嘅防守啊，逼到布拉捷咧真係冇太多嘅線路同空間。咪趙光宇係啊，啱好阿段柱老師呢個位置睇得好清晰啊！醒目啊，老朱呢下，因為下一次到我哋進攻噶啦嘛。係抹乾淨嘅波先，咁啊。這場嘅天山即係新疆隊方面咧係11，而廣東係6嘅。咁相信嚟講，我哋係有進步㗎。再俾多一次嘗試咧，最後嘅2秒。裁判就認為呢啱啱個波冇乜任何問題嘅，係一個預入4秒嘅違例啊！咁其實我哋今日嘅防守確實真係做得算係唔錯啊！其實打到第3節呢個時間段啊，對方新疆呢邊60分都未到㗎。哇！呢邊好啦，迪奧古咧，蝦啲俾自己大粒嘅搞唔掂。喂，古迪洛克，我都仲係搞掂你啊！哇！呢邊轉身舞得相當靚啊！面對籃框自己唔想俾到阿聯，勾手有。見阿聯今日其實對住周琦進攻慾望其實好強㗎。籃板，針波啦，變成一個死球啊！夾咗喺個框同板嘅中間。咁針波嘅話就係新疆隊嘅球權啦，因為第3節開波係廣東東莞銀行嘅。係。啦，咁啊，新疆隊方面叫咗個暫停。呢一節係相當關鍵嘅一節賽事，因為你呢一節如果能夠保持住一個格局嘅話咧，咁離低剩低落嚟嘅12分鐘咧，你個成數就大好多啦。但係如果你係呢一次喺領先情況之下俾人翻咗盤啊，咁啊第4節就一切都仲係好大嘅未知數。Be a king in your mind, but do the work of a servant. With a purpose on the mission, you get to what you deserving. It's worth it to be on straight and narrow instead of swerving. Ignore the dream killers and doubters, cause they ain't perfect. Dang, still a lot of doubters out there. What do you want to tell them? Thank you for the motivation. 喺呢個慶祝嘅季節，我哋舉杯，敬嗰啲自信嘅、勇於表達嘅，每一位真實嘅你，忠於自己，最值得慶祝，百為競爭我。让我看看。美好瞬間，一手導演，新春福到，尼康送禮。而且最關鍵一點就係新疆隊國內球員最殺食嘅外圍3分球呢一個項目仲未打到出嚟啊！睇下暫停出嚟之後，新疆呢邊見到馬含都上咗嚟啦，應該換低咗里根，古迪洛克 catch and shoot。哇！古迪洛克去到第3節已經攞到13分啊！係，佢有啲似我哋客場打新疆嘅時候嘅第2節嘅狀態啊！喺呢邊咧，西尼哥個防守出現咗問題啊！防下防下咧，以為咧就係周鵬會同其他隊員咧就換人啊，結果咧就失咗周鵬嘅第一點，之後追唔翻啊，變咗要叫其他新疆隊嘅球員咧過嚟協防啊！周鵬今日嘅之前嘅罰球係傳中嘅。
且佢嘅投籃命中率係超過60%啊！好，老朱偷晒落嚟，我有經驗啊！控個紅線，就俾翻拜林，大拜林轉移周隊，選擇殺入，又捉到周琦一個犯規啦。周琦好似都三犯嘅咯，又係啊。周隊呢邊繼續延續佢罰球8%嘅命中率啦，睇咗2個傳中嘅，睇布拉治點樣炮製呢一次嘅進攻啦，都係兩外援打埋邊回翻俾佢，揾過嚟。籃板又係俾布拉治執到，對於我哋嘅防守籃板嘅保護咧，一定要係打醒細分精神啊！高位掩護，回翻過嚟俾老朱，搭橫一步，再呃俾阿聯，高舉高打，滴咗2下。等緊呢邊一個全場嘅3打2，但拜林呢一下。呢下魔鬼手嘅搶斷就俾裁判吹罰一個犯規啊！咁因為廣東東銀行第3次嘅全隊犯規數啊，呢一次先係到啊！繼續俾到組織後衛嘅布拉治，又係佢啊！古迪羅克，如果冇記錯嘅話，係呢一節最起碼第3個3分啦佢。仲有2分鐘左右嘅時間，我哋要好咁樣壓完佢啊！起碼第3節保持領先啦，聯呢球波啦，接得麻麻地，但係雙手球進有啊！繼續要做好防守。好，咁啊呢邊見到迪奧古一個比較霸氣嘅籃板啊！朱芳雨俾到阿聯，哎呀，好可惜，有少少大意啊！諗法係好嘅，想交俾跟進嘅迪奧古，啊俾周琦啊掂波出界。拜林同阿聯繼續喺高位做掩護，再劈。阿聯嘅中距離冇問題，食古位嘅投射啊！都係打緊個2人籃球新疆呢邊，喺布拉治驗秒位啦，佢係沉得好低嘅，上個時間剩低5秒嘅啫，周琦。哇！咁佢都係焗咳射嘅啫，呢都算係一種比較非典型嘅進攻方式啊！老朱就回翻俾迪奧拜林，
嗱，出咗西力江嘅阻擋犯規啊！見到新疆呢邊作出人員嘅調動，周奇樂、余長棟上。你睇下拜林，哇！呢邊就被抹甩咗地板球，古地洛克5分差，係13秒嘅時間，做一次成功嘅進攻啦。但係新疆隊犯規數未夠啊！有4.1秒，所以新疆隊嘅推人，睇下呢球波啊點樣失嘅。朱芳雨俾到阿聯出手，一個壓索。77比70，我哋仲係帶住7分嘅分差結束第3節嘅比賽。咁但係就單節而言啦，咁其實係對方咧喺呢一節嘅得分係高過我哋嘅，咁所以我哋亦都要喺第4節要繼續要打醒12分精神啊！岁山。水中贵族，百岁山。重生霍华德1代战靴震撼上市，非法国际篮联全球合作伙伴匹克 Icon Play。俾人貼標籤、下定義，總係好容易。而我唔會因為一件事被定型。認識新朋友，去新嘅地方，嘗試唔同嘅嘢，咁樣就能夠釋放出唔一樣嘅自己。人嘅一生可以活出不止一生，人頭馬。好啦，歡迎繼續翻到嚟我哋嘅比賽嚇，咁啊而家嘅比分呢就係77比70啊，咁啊廣東隊呢暫時係領先住7分，但係相比於第2節我哋領先嘅13分呢，其實單節就輸6分嘅，可能都係因為體能上邊一個下降啦。見到其實拜林打到目前為止1分鐘冇唞過，阿聯就唞咗3分鐘，周隊亦都係唞3分鐘啦。周隊嘅投射唔中籃板，呢邊周琦煲咗落嚟。咁啊呢一節咧，其實對於廣東隊嚟講係有機會，因為對上雙方嘅對上一次嘅對碰啦，第4節廣東隊係打得係唔錯嘅，最係嗰一次係贏咗新疆嘅嚇單節。咁啊，因為對方只係用一個外援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有一定嘅優勢。好啊，呢邊咧拜林咧就係通過對方咧攞唔食球波嘅時候咧搶得球波，睇呢個快攻打出點樣啦？自己咧對住咧就係硬食力克一個人搞掂啊！完全係靠自己嘅腳步啊 ，footwork 方面咧就硬食對方。係79比70。周琦喺高位應該做策應㗎啦。
俾唔到李根啊！拜林呢刻嘅搶斷，阿聯攞住先，推進到前場，揾埋自己班隊友，抵過個老朱。係拜林啱先嗰下咧，睇係咪有少少受傷情況出現？希望就唔係啊！二飛變咗嘅坐樽啊！呢一個嘅坐樽係相當有氣勢啊！劉偉，留翻佢哋落黑，超遠嘅3分啊，有啲入性吧？但係呢球波籃板啊，俾佢哋攞翻。周琦同阿聯嘅，哇！好嘢！阿聯又偷一球波，呢個真係面對面嘅偷波啊！係，今日係 in your face 嘅坐樽同埋 in your face 嘅偷波全部做齊晒。係。拜林再借阿聯嘅劈，指甲拋射都有啊！哇！今日阿聯同埋拜林，即係對於周琦嘅防守是無物啊！又領前到13分啦！李根亦都係計佢喺替補出場之後第2球嘅3分啊！其實佢兩波之間嘅距離都有啲遠㗎啦。但係今日其實新疆隊好少一啲係戰術板上面可以畫到出嚟嘅戰術，真係非常好多得個人嘅表現，機動啦，只能靠機動性啦，即係勝在佢哋而家即係班球員嘅能力係擺喺嗰度嘅啫。二飛借塊板都有，有嘅。由於新疆隊咧就係失去咗咧對二飛嘅一個第一下嘅防守嘅位置，第2下嘅補防咧諗唔到阿二飛突然間嚟一個嘅急停啊！睇呢球啦，就係吹埋邊個啊？有機會係吹阿聯啊！阿聯啊，係咯，周隊舉手，但係其實吹咗阿聯咧4犯喎。哇！要小心啲啊！畢竟仲有成將近9分鐘嘅時間未打㗎。慢動作係班啱啱阿聯 in your face 雙手坐樽啊！係今日阿聯好多呢啲霸氣嘅表現啊！咁啊，但係老實講啱嘅犯規，無論吹周鵬定係吹阿聯都唔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即係唔係我哋好容易見到嘅結果。吹邊個都係4犯㗎。少有地見到今日新疆隊球員可以2罰全中啊！繼續都係守翻個2-3嘅聯防，新疆呢邊。阿聯啊，助攻成功又可以上線射罰球啊！原來裁判話佢自己唔好意思啊，出現咗少少錯誤，其實底線球嚟嘅。咁確實啱啱阿聯嗰個並唔係一個投籃動作啊！我跟呢個人，你跟！哎呀，大貪咗少少地板波，樽波。係啊，執埋我哋波喎。唔係新疆隊嘅球權，上一次唔係新疆隊已經針過一次波啦。哦，係喎。咁所以第4次就係我哋開波，所以而家係新疆隊嘅球權啊。做好防守先啦，18分半鐘嘅時間。睇到入攝嘅李根。超高難度投射，但唔中啊！睇下拜林點樣炮製啲進攻勢啦，俾到阿聯，繼續中距離嘅投射，籃板又係二飛補得唔錯啊！今日係佢第2個補籃啊！李秋平已經坐唔住啦，馬上叫個暫停啊！進攻籃板加得分啊！咁阿聯呢邊阿二飛啦，個得分去到8分啊！係，而喺廣東隊方面嘅領先優勢亦都去到12分啦。
同埋今日廣東隊仲有一點做得好比較好嘅就係比賽打到目前為止仍然好專注。係冇錯，就係呢一點啊，專注度非常之好。即係我哋見到廣東隊其實喺過往。 Be a king in your mind, but do the work of a servant. With a purpose on the mission, you get to what you deserving. It's worth it to be on straight and narrow instead of swerving. Ignore the dream killers and doubters, cause they ain't perfect. Dang, still a lot of doubters out there. What do you want to tell them? Thank you for the motivation. 俾人貼標籤、下定義，總係好容易。而我唔會因為一件事被定型。認識新朋友，去新嘅地方，嘗試唔同嘅嘢，咁樣就能夠釋放出唔一樣嘅自己。人嘅一生可以活出不止一生。人頭馬。 上人嘅機會咧就會少啲，因為逐漸去到季後賽，其實去到季後賽嘅話，都係可能都係呢種情況好多㗎啦。係冇錯，我覺得咧就呢場我係接受可以咁樣，但係對上嗰場打吉林咧都要用咁多大量嘅主力咧，其實有少少就講唔過去啊。但係嗰場波嘅背景就係我哋之前輸咗一場非常之遺憾嘅比賽。雖然話兩分輸，睇翻個結果啦，都係正常，但係個過程實在太令人惋惜啫嘛。係，好啦，呢球波唔入，廣東隊有機會啦。 拜林而家都有意咧控住個節奏嚟打下，好可惜啊！周鵬呢球有3分，注意對方嘅快攻，同埋呢邊其實新疆隊有識想掹快啲㗎啦，係余長棟自己殺上去，三門殺得好靚啊！手部，雖然佢殺得埋有啲遲啊，關鍵就係其實就關鍵，因為第一下嘅3門殺得好靚，令到呢個傳波咧係倉促咁掟出嚟咧，就。 令到進攻球員其實自己係未做好準備啊！又係老將嘅朱芳雨利用經驗啊！失誤方面呢一節咧就4對1嘅，新疆隊的而且確即係全場或者呢一節都係比廣東隊多啊！睇下我哋呢邊點樣破呢個2-3聯防啦？咦，拜林咁吉啊！但係阿聯嘅前場籃板啊！咁拜林都唔同你急啦，再組織。 佢對劉偉呢有腳步上面嘅優勢，做一個假嘅身，即係做一個假嘅交波嘅動作咧，呃開咗咧就係貼防過嚟嘅球員啊！咁啊，佢單挑流啊有優勢㗎嘛。呢邊連古迪洛克嘅手球，哎呀！呢下收掣不及，第5個犯規啊，聯啊！哇！咁又為呢一場嘅比賽留下一個隱憂㗎啦噃。 係啊，咁阿聯就應該要落去唞一唞，同埋新疆呢邊見到布拉治都上嚟啦。阿聯使唔使落去唞咧？應該就戈爾先生就冇做任何呢方面嘅調整喎，打晒佢喎。係，可能佢都相信阿聯喺場上邊自我控制嘅能力啊，因為始終即係。 見過咁多大場面啦！嗱，李秋平呢個指導都好有用心啊嚇，即係呢個變化都好有用心㗎。睇下呢次嘅進攻先，靚啊！二飛嘅 block shot， 劉偉嘅中距離帶唔中，籃板，拜林攬實咗，朱芳雨嘅3分，短啊！呢邊西隊講扯得好快啦。 仍然都未有，仲係未有啊！籃板啊，但係3個嘅前場籃板，怪唔知搶到啦！原來係李根推人。李根呢係因為之前同周鵬咧喺對上嗰輪嘅搶籃板過程當中咧，好似咧就俾阿周鵬咧唔覺意咧就打到下個鼻哥啊，所以一翻轉頭咧佢有少少即係惱羞成怒嘅感覺啊！呢個時間阿聯係內唞一唞啊，要係。 嗱呢段時間咧，其實李秋平嘅對上一輪嘅嗰個用兵咧係好有用心嘅，擺到明知道阿聯有5個犯規，無論你用唔用阿聯，其實你跟住落嚟佢都會主打顏色地帶。係你如果繼續用阿聯，我就打到你6犯離場；你唔用咩？咁其實我亦都有一定嘅優勢男仔啊！睇小東啦，捱到去3分鐘就完成任務，佢完成任務㗎啦，小東就。周鵬呢個時候咧好適時㗎嘛，貢獻咗球嘅3分。
因為而家內線我哋就已經唔佔優，所以外圍話打得會更加嘅堅決。係。分翻出嚟俾西熱，再俾留隊自己殺入，再分翻出嚟。咁今日西熱力江嘅3分真係，但係呢段時間同佢賽季嘅正常發揮唔一樣啊。係啊，但係呢段時間咧，即係新疆隊嘅籃板咧，而且佢做得比廣東隊好啊。咁啊，李根係直情有時間係立定咁樣睇個籃咧，再嚟射。呢個防守其實俾唔到壓迫性俾佢。啊，好啊，勝在而家仲有14分嘅分差。係李根已經第3球3分㗎啦。廣東隊拜林一控緊個節奏嚟打嘅。咁始終因為拜林呢個點，而家打到目前為止係新疆解決唔到㗎。係短啊，有機會真係啦，但係籃板啊，非常之可惜，爭少少啊！因為其實而家新疆隊對於拜林嘅限制可以做嘅嘢並唔多，其實拜林而家只要想突、想傳波、想攞分都可以做得到。係，但係不得不讚而家拜林嘅體能啊，1分鐘未唞過㗎，打到目前為止係。老主去防，冇拉字。仲係籃板，又俾拉字攞到。哎呀，呢個就係籃底冇辦法啦，即係而家擺到明就係，當一有呢啲50-50嘅情況之下咧，就係內線優勢更為強勁嘅新疆隊又可以統治咗啦。同埋而家亦都考驗我哋喺防守端上邊夾擊一定要做完之後對方一分，我哋嘅輪轉，我哋嘅伸縮性。其實啱啱李根又係一個吉位嘅投射嚟㗎。佢今日西利江運動戰7射1中，跟住罰球呢球亦都從真係同佢平時嘅表現有好大嘅差距。罰球就成支新疆隊都唔係好掂㗎啦。係。如果真係分新疆隊今日輸波嘅話，真係罰球都要自己翻去總結一下。雖然今日即係廣東嘅大寒，廣州又唔零舍凍，但係對比新疆嗰邊嘅寒冷嘅天氣，可能佢哋覺得太暖啦，就反而真係唔習慣啊！好啊，老朱嘅假身壓開咗，但係最後呢一下咧補到籃啊，有二飛，咁二飛得分都上雙啦，係15分嘅優勢，繼續做好防守。西熱力江。終於入咗今日呢場賽事第2球嘅運動戰得分啊佢啊！而且一個超遠嘅借板，而且今日西熱力江控制自我情緒都算可以啊！係，拜林輕鬆過咗，轉過嚟二飛，再分，老朱嘅3分，中框，董可能攞到籃板，唔急啊，分翻出嚟係啦，拜林慢慢嚟，唔使急，唔錯啊，呢個中籃板攞得。哎呀，睇住啊，冇事啊！落地呢下失重心啊！千祈唔好受傷啊！係。應該冇咩問題。所以該教練都即刻問一問拜林有冇問題啊？係。哇！我哋見到該爾都好緊張啊！佢不嬲大隊都係咁，當年喺新世紀都係咁樣，因為都經常打得好緊張。好，第一份有。咁啊嗱，如果咧球隊一能夠保持住一個雙位數嘅領先咧，阿聯就可以有更多嘅時間去唞一唞啊。嗱，戈爾先生就要求罰中之後暫停啊。好啦，3分42秒，14分嘅分差，睇下港隊點樣喺呢一個3分零鐘嘅時間裏邊留住呢一場嘅勝利。可能呢個暫停更多戰術上邊嘅嘢，可能講得唔會太多，更多可能係思想上邊專注度都係保持翻。咁啊，確實而家我哋嘅優勢係比較大，只要做翻好自己嘅嘢就得㗎啦。即係可能再強調翻而家對方可能內線咁強嘅情況下，喺防守端應該點樣做，重點人嘅一啲防守部署。
睇翻咧而家場上嘅得分嘅情況嚇，咁古迪洛克竟然咧就係喺第一節冇成個上半場冇點攞分嘅情況之下咧，而家咧係成為咗咧呢個嘅新疆隊得分最高嘅球員啊！24分進帳㗎，古迪洛克。所以可以大家知道下半場佢嘅手感幾唔好，同埋新疆隊下半場對古迪洛克嘅依賴幾，但係呢邊咧自己有嚟㗎。見到廣東國銀行呢邊，阿聯都重新上翻嚟啦，孭住5次嘅個人犯規啊！朱芳雨3分出手，時間投射，籃板，拜林攞到。咁攞到呢個前場籃板就可以慢慢再嚟打啦。背身單打李根。真係經驗啦嚇，失咗球之後保護好個位置，唔一定急住攞嘅。但係進攻時間得翻3秒啊！係。嗱呢個底線球啦，俾到小董出手啦，小董壓哨出手唔入，自己添入啊！真係最叻仔你啦！16分。只要真係廣東銀行嗰邊唔好犯一啲重大嘅錯誤，攞低呢場波嘅機會係非常之大啊！仲要事情講3次。阿小董頂咗2下，再頂住。李根嘅出手，唔中籃板，阿聯攞到。其實喺我哋啱咁近嘅角度，真係睇到小董每一下頂布拉切都係硬對硬嘅嘣一聲嘅一種嘅撞擊嚟。一定係啦，因為布拉切都高行力噶嘛。係，我兩個肌肉欄之間嘅對碰啊！嗱喂，唔好沉迷於玩呢樣嘢啊！小心啊！好啦，哎呀，我係正想講話，拜林你千祈唔好沉迷玩呢個。哎呀，但係新疆隊呢次嘅快攻都唔識打，3打1嘅快攻冇打唔成，又落翻去陣地啦。靚貨，嚟主小董。睇下拜林可以總結翻啱啱嗰次嘅經驗啊！最緊要穩啊，因為而家我哋有一個2位數領前優勢，時間就淨係得10幾，即係1分40幾秒嘅啫。拜林呢段時間有少少咧，好興奮咁去挑戰下咧對方嘅嗰啲防守啊！咁我真係打到興晒啊！即係或者佢嘅心目當中佢都覺得好穩陣咁，所以佢打得有啲稍為風流嗰啲啊！所以呢兩個回合見可能多對路，居先生穩陣起見，嗌翻個暫停，調整翻部署好，究竟落到進攻之後個波點樣運轉，點樣去做？咦，真係有機會上周站東喎！如果咁樣又嗱，真係因為拜林呢段時間咧嗰個表現啊，我哋都感覺到就係佢有啲上路啊！所以可能呢段時間會唔會係尾段俾周站都上啊？華仔因為仲係有腳部一個傷勢啊，未確翻每個人嘅落位。見到嗰位教練都係好似喺新世紀咁樣，終於盤坐喺地下做戰術部署嘅。呢刻咧，亦都再提醒大家可以通過我哋嘅微信公眾號啊，搖一搖咧嚟參與我哋嘅互動嘅平台嘅，咁啊可以咧就係同廣東隊用你自己最中意嘅方式嚟加油助威。係啦，跟住我哋嘅時間咧，果不其然咧就上周站東，咁啊打翻一個全華班嘅陣容喎。
全華班唔代表即係削弱咗廣東銀行呢邊嘅實力㗎。係，因為對上睇翻呢球啦。MVP 朱芳雨呢個3分幫助廣東隊得分破百。咁真係隨住朱芳雨呢一個3分，真係最後嗰間釘都應該釘咗上去㗎啦。係對上嗰次嘅對碰咧，其實我哋就係喺第4節出全華班咧，仲要打贏對方嘅單節啦。嗰陣時入到第4節係落後緊20幾分，最後輸到8分。係啦。但係睇下周達東嗰邊點啦。咁啊，全明星賽嘅技巧王可唔可以又好到邊？呢邊又係小刀好霸氣嘅籃板，真係跳得最高、跳得最積極嘅就係佢。係。周隊轉個波俾阿聯，哎呀！呢波想搏foul啊！阿聯要注意自己嘅動作。普拉切自己運球上前場，再單手舉埋個波上去，係2分比利，係。畢竟仲有成17分嘅分差啊！左南東處理球要快啊！加時間。有個錯位，小東喺低位都唔俾阿聯，我起小東籃板，哇！差唔多上嚟貢獻咗2個犯規啊！但係現場球迷已經開始慶祝緊呢場波嘅勝利㗎啦，特別南關後邊嘅球迷團啊！咁啊，今日咧可以話係各個方面港隊都表現得好好啊！同埋見到戈爾教練都同自己班隊員喺度慶祝，又係一個成功嘅防守，咁應該就唔打㗎啦。係啦，最後嘅10秒亦都應該唔會打㗎啦。咁啊，廣東東莞銀行喺自己嘅主場以101比84擊敗來訪嘅新疆。贏得呢場相當有價值嘅勝利，亦都為我哋進軍季後賽，亦都邁出咗好堅實嘅一步啦。同埋我哋係由頭領前到尾㗎。雖然有幾次係俾對方係縮窄到2分分差，但係我哋都依然非常之頑強咁喺自己嘅節奏下面，將個比數再次大前。喺度我哋亦都再次多謝大家嘅支持啊！咁啊，稍後嘅時間咧，亦都會同大家聽下咧，就係各位教練嘅賽後嘅採訪。今天一場球應該說我們打得不是很好，主要問題在進攻上面，應該在防守上面總體來說我們還是限制對方得分還是可以。那麼在我們今天進攻上面呢，一個廣東隊的身高比較高，他的擴勒比較大一點，那對我們進攻呢是有些影響。但是我們今天在整個的投射的命中率，包括罰球的命中率，應該說今天進攻做得很差，今天只得了84分，可能是我們比較到現在得分最低的一場球。那麼在防守上面呢，主要是在拜納姆這一點。他在這個擋拆的時候，我們在防守應該說是不夠耐心，就是老想去搶，那一搶一漏，那我們的防守就整個的防守就比較造成一些混亂，應該說今天我們實在打得不太好。謝謝。